Hello， 大家好，而家正值夏天啦，今日咧就同大家整一個低糖低卡 Granola 嘅集會雪巴。材料好簡單，我咧就會用到呢一款嘅集會穀物脆片，佢有好高嘅膳食纖維，陣間咧就會加埋落去啲雪巴度一齊整嘅。其他材料咧仲有急凍集會啦、新鮮嘅檸檬汁、無糖燕麥奶、阿樂酮糖，同埋會用到少少嘅海鹽嘅。首先呢，我哋就將 Granola 咧用攪拌器咧就打碎變為幼粉啦，之後備用。跟住咧喺另外嘅攪拌機咧就可以落急凍集會、無糖嘅燕麥奶、阿樂酮糖、新鮮嘅檸檬汁，同埋加少少嘅海鹽。跟住咧就開機打溶佢哋啦。如果發覺係比較結咧，就再加多少少無糖嘅燕麥奶。見到咧佢哋轉得開始好順暢嘅時候咧，就可以加翻我哋頭先打好咗嘅 Granola 粉噶啦。揾一個適合嘅容器咧，就可以將我哋集會 Granola 嘅果蓉咧倒入去啦。雪咗大約個半鐘之後咧，我哋就可以拎佢出嚟做第一次嘅攪拌。咁攪拌完之後咧，就鋪翻靚仔去，再一次咧放翻入去冰格。雪咗1個鐘之後咧，攞翻出嚟咧，重複第一次嘅步驟，之後都係放翻落去冰格，再雪1個鐘。最後一次攞出嚟，再攪勻佢哋，鋪翻靚仔。今次咧就擺喺雪櫃雪4個鐘或者過夜。將 Granola 打成粉加埋入去呢個雪巴裏邊，大大增加咗佢嘅膳食纖維，係會食唔停口㗎。希望大家鍾意，下次見。